xem nè. Ôi. Nhìn xem, bữa là要偌济？叫你啊，安尼尔哦。要你那是谁啊？哦，安尼哦。哦，迄你饲的呢？太多啊！刚好这济。不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哦，哦，那个是什么？什么鱼啊？这外面等来，哎，圆圆胖胖的，还啥？不一样啦，气菇啦，气菇哦。我帮我正经的做不会上，OK 啊，不用。啊，迄边那料理？无啦，迄边这边价钱啦，袂价值了。这有毒啦。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。这个是会料理的话，这个是最好的那个了。对啊。会料理的话，这个是。伊是没有起一种哎。是的。不是那个。会。不是很漂亮哦。哦，不是加水哦。好。迄个啊，迄个海豚，伊讲气菇呢？河豚啊。啊，河豚哦。啊，河豚伊毋是人分方爱有饲迄种诶。啊，毋过你看无看伊饲啊？啊，你这咧，你这咧，你这无要开啊？这啥物？啥物？你就喺内底掠的哦。哦，孔雀蚶是无？啊，这也少。差不多哦。现捞的呢。哦。他不生气呢，哦。别生气哦，来，让我生气。我看一下真面目呢。嫩嫩。哎，这好摸的呢。哈。好。这好摸的呢。我要工作喽。等下啦，我看一下，喙齿是安尼咯。牙齿很利哦，你们被咬到，手指头会断哦。嗯。哦，什么好味？杨哥，今日有风呢，咱无风呢。我是要去尝试看看，要足久无进入这行业嘛吼。叫你来去叫我迄个，我即摆头顶嘛无头必要钱。这拢唔免烦恼啦，哎呀，比的拢有啊。出来这乌乌的就搁有啊。嘛是爱小看我咯。